平時喺占卜或者解盤嘅時候呢，最常咧會問啲乜嘢關於財富嘅問題嘅呢？作為你嘅占星師，我可以話俾你聽一樣嘢，我哋嘅財運同自我價值咧係掛鈎㗎，財運同埋自我價值咧係掛鈎㗎。如果我得小學6年級嘅學歷，咁我好自然見到周街都係大學生啊，周街都係碩士生，咁我會點啊？我咪揾份可能1萬蚊鬆啲嘅工，就覺得都 OK 㗎啦，我幾開心啊！咁如果調翻轉，假設我都係小學6年級畢業嘅，雖然我學歷低，但係我可能同人講嘢好叻嘅，可能我 sell 嘢好叻嘅，身邊好多朋友好多人物嘅，可能我有種種呢啲等等嘅條件啦，都會影響到我呢去判斷自己，我每個月至少應該揾幾多錢嘅喎，會自己會諗，我去揾翻一啲覺得啱我呢個價值嘅工先，至少，然後可能再進一步，我會去進修，令到自己呢有更加多嘅收入。所以其實社會上面呢，有時會有一啲情況出現嘅，我唔知你身邊有冇啲朋友係咁啊？可能佢嘅學歷好高，但係佢揾嘅錢就係咁啦。係啦，個月出嗰份糧就係咁啦，可能5萬、6萬、7萬，好冇？10萬，好冇？咁但係呢，有啲人可能學歷好低㗎，但係佢好早就揾好多錢㗎啦。咁所以呢，千祈唔好俾你對自己嘅印象、自我價值、自己嘅不安、自己對自己嘅限制而封閉咗自己嘅機會。